咱少年朋友来注意哦，文化部宣布文化币对明年开始，只要你满13岁到22岁，拢会当领到1200点。另外要建立文化币的 App， 咱少年朋友用这个 App 来累积消费，完成任务，就会当摕到优惠另外福利。 我不知道文化币有这么多戏可以看呢。文化币唔但会当摕来看戏，也会当摕去买册、甲看国片。今年文化部发予16岁至22岁的青少年，每一个人有1200点的文化币。嘛试办发予13岁至15岁每一个人600点的文化币。到目前为止，16岁至22岁领用率是8成外。 13岁至15岁领用率是要我7成。有来领用的学生表示，政府的文化币是真好的政策。 多一点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机会，去买一些专辑跟文具。文化部表示，为着鼓励青少年增加艺文体验，对明年开始，全国13岁至22岁的青少年，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到1200点的文化币。另外，也建立 APP， 让使用者通好当做游戏同款，累积阶级换福利。嘛邀请青少年介意的 IP 角色来做代言。行政院长也讲，领用文化币是青少年的权利，嘛是义务。那明年文化币会用更大的力量来支持青年朋友们，希望你们把它放到你自己喜欢的、有兴趣的，或是对我们文化产业有帮忙的，让大家提早接受文化的一些视野，跟进入到文化的领域。我们明年为了鼓励更多人来领文化币，更多人来花文化币，把明年的文化币成为一个游戏。 我们一年比一年领得多，来领的人也多，花用的人也多。明年我们希望来个全垒打，大家都来领，大家都来花。文化部也提醒，今年剩无几天，文化币也未使用完的人，爱紧去使用。明年元旦透早8点开始，开放领115年的文化币，使用期限有1年的时间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